金曲歌王林俊杰 JJ 17日才在台北小巨蛋结束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没想到黑历史却被挖出。近日就有网友纳闷，为什么林俊杰一点也不在乎那些事，更好奇他的后台到底有多硬。林俊杰私下的感情世界一直以来都让外界相当好奇，过去曾与前天气女孩 Yumi、女模陈立冷、汪姿曼等人闹绯闻。4年前，地下歌手陈彦恒更直接在他的签唱会上动手挥拳，痛批他乱搞男女关系，搞大人家肚子后给钱就想了事。虽他一概否认，但还是引起各界瞩目。对此，就有一名网友在好奇发问：依照他的知名度，这些事情应该全被摊在阳光下，为什么他那么多八卦都没有浮上台面？他后台到底有谁？想知道他后台到底有多硬？文章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回应：应该不是后台硬不硬，是他自己有钱，粉丝又多吧。感觉就有唱片公司在帮他挡，就算爆出来，粉丝也不会流失多少，还是红，他根本没差吧。歌声打遍天下，就听歌就好啦，而且他真的爱玩也没差啦。一堆妹自愿贴他的，我是真的觉得还好，我只是来听歌的，你们都知道真实性有多少吗？看见黑影就开枪，还有网友要原 PO 去 Google 看一下他爸妈爷爷一代是做什么的吧。根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，林俊杰出生于新加坡豪门，爸爸是白手起家，从事电话相关事业，妈妈则在新加坡经营卡拉 OK 店，哥哥则是在欧洲体系银行任职经理。姑姑则嫁给了日本知名集团的总裁，家世背景相当惊人。但就算如此，仍有许多网友认为人家的私到底干你们什么事啊？私又怎样？至少我看到的是他在荧光幕的样子，是让我觉得他值得。JJ 靠自己的歌声走到今天，至少不是杀人放火、偷抢掳掠吧？至少在我眼里，他把歌手这职业做得很好，他的后台叫实力，谢谢。至少他唱歌很认真很真诚，哪个艺人不会有负面新闻？